歡迎返嚟 Norman 存在手記，我係 Norman。今日呢篇手記嘅題目係無條件嘅自愛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學到最重要嘅人生課題就係無條件嘅自愛。首先定義一下咩係愛先。愛就係希望某一個意識可以免於苦難，同埋充滿喜樂平安。所以自愛就係希望自己可以免於苦難，同埋充滿喜樂平安。而無條件嘅自愛就係無條件地希望自己可以免於苦難，同埋充滿喜樂平安。自愛係一個人成長、進步、自我提升嘅根基，亦都係愛其他人嘅起點，亦即係由淨係希望自己可以免於苦難同埋充滿喜樂平安，到希望其他人都可以免於苦難同埋充滿喜樂平安。聖經話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我就話我們愛，因為我們先愛自己。當我哋識得自愛，練習自愛，我哋就會唔再咁依賴其他人嘅認同、關心、肯定，包括宗教入邊虛構出嚟嘅上帝。懂得自愛，能夠讓我哋喺關係當中更加自在，做返自己，同埋減少討好其他人。自愛能夠讓我哋更加能夠享受人際關係，同時亦都令我哋更加容易去接受，其實每一個出現喺我哋生命裏邊嘅人都只不過係過客，包括父母、伴侶同埋朋友。真正可以陪我哋走到最後嘅人係我哋自己。研究顯示，實踐自愛，亦即係 self-love、self-kindness 或者係 self-compassion， 同我哋嘅心理人性有強烈嘅正向關係。佢唔單止可以幫助我哋提升自信同埋專注力，亦都有助改善工作表現同埋人際關係。喺臨床研究上面，建立自愛嘅習慣亦都被證實可以有效咁緩解失眠，減少負面嘅自我對話，改善焦慮同埋抑鬱嘅情緒，幫助我哋喺壓力大嘅環境之下維持更加好、更加穩定嘅精神健康狀態。喺我繼續講落去之前呢，如果你鍾意呢一篇手記嘅內容，又想支持我嘅 channel 嘅持續獨立運作嘅話，希望你可以 like 呢一條片啦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同埋根據你感受到嘅價值去 super thanks 我嘅創作。多謝你嘅支持。我哋繼續。呢一條片嘅主題係無條件嘅自愛。我想講一講咩係無條件。無條件嘅意思咧，就有無論任何情況，無論任何狀態，無論任何環境，無論係經歷孤單、委屈、不公、焦慮、抑鬱、貧窮、疾病、迷惘、失敗、失望、恐懼、威嚇、絕望、後悔、遺憾、欺騙、壓榨、暴力、背叛、無力、沮喪、傷心、混亂、困惑、不解、荒謬、驚嚇、衰老、傷殘、退化以及死亡。無論如何，我都愛自己。無論如何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免於苦難，以及充滿平安喜樂。呢一個就係自愛，呢個就係無條件嘅自愛。好啦，根據我嘅定義，愛咧係一個程度問題，佢唔係非黑即白嘅，亦都可以話咧佢係一種能力，係可以被練習嘅。而且愛係需要同正確嘅知識同埋智慧配合，被實踐出嚟之後，先可以為自己同埋為他人帶嚟好處嘅。愛一個人最低嘅程度就係單純希望佢可以免於苦難，同埋充滿平安喜樂，係唔會有任何行動嘅，因為愛嘅程度好低，未足以咧去驅動人去作出行動。而愛最大程度嘅彰顯，就係因着強烈渴望
某一個意識免於苦難，以及渴望佢充滿平安喜樂而採取嘅自我犧牲嘅行動。當我哋嘅自愛程度提升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採取相應嘅行動，去最小化自己嘅苦難，同埋最大化自己嘅喜樂平安。值得強調嘅係，一個人自愛唔代表咧佢淨係識得即時嘅享樂，同埋放縱佢嘅慾望。相反，自愛同延遲滿足同埋情緒管理、情緒調節係有強烈嘅正向關係嘅。因為當一個人愛自己，佢就唔會容許短暫嘅快感去摧毀自己長遠嘅幸福。自愛嘅終極表現就係利他。無論係喺古時定係現代，人基本上咧都係冇辦法靠自己就可以生存得到嘅。漫長嘅演化將人嘅幸福感聯繫到去群體利益之上。人越利他，其實就係越利己。當人能夠用自己嘅強項去為他人創造價值嘅時候，其實就係為自己建立一個更加安全、更加穩定嘅生存環境。利他係一種更加高效率嘅自愛。今日呢一篇嘅 Norman 存在手記咧就到呢度啦。你有咩感受同埋諗法咧？留言講低啊！你嘅鼓勵同埋肯定係我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同埋記得咧，將呢一篇手記分享俾你身邊能夠從中獲取價值嘅人。你嘅分享咧可以幫助到呢個 channel 成長，亦都可以咧為你身邊嘅人帶嚟價值。感謝你嘅支持。只要我一日仲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，Norman 存在手記就會繼續更新。我哋下一篇手記再見。